金万户啊，也是当年10几年天分榜队长啊。哎，那哈我1个礼拜不来，还到外头肚子饱位置着家，啊，你的也跑台家吃饭。那我上次来怎么不排队的？哎，这11点钟来，哪个哪里人着家？这是2到吃啥？别看吃，花牛了，哎，泡粉米。小戴姐破费喽，应该马上年金看是那个风，开始那个光。金万户啊，那个花牛问的来着啊。啊。你说啥个事讲？我个米呢？我个焖肉米呢？哎呦，你3帮人点个面子哇！138臭的。我当时讲，凡是跟我出去吃个人，侪要先分米嘛。而且呢，因为实在太鲜。真的是吃的米呢分开，那个大夫是黑酱。来看两个分啊是啊，你这你现在谁不打光？哦，你来着。你到哪一头的？我是晓得，再便宜晓得。我现在叫他请你吃大餐，退休工资3000两。来，难免都这样子。对。哎呦，今天晚你今朝拿吃不好的啦？刚去门口里我吃脱2片4刀片，我才看开了很。我今天个米当铺记录，我本他每趟吃米侪要贴特点的。只有138了，2万还是贴特。不，这也是还吃。那米吃还着啊？今朝再请到吃一样么子，羊肠的最好。那么你呢？60块洋钿一张，我自家头有啥子？上个礼拜3楼当下午带得来吃，大白粥来一张，到来里2高头分，他吃得不得了。8年的，我这4眼家才是货。津津有味啊！哪胖？谁头是打鸡，再吃点蔬菜。那是也是好的。我现在自家么不舍得吃，为请你吃。那侬讲么也讲3200块，你再去过。那么是个呀，我自个月3200，我自家吃一餐。真叫好呢，来吧，过了楼来讲。自个爱吃平常。我讲的不结婚明年那个，你讲的不到。你讲上了4年。哎，你牙齿哪灵的？我牙齿蛮灵活，那有啥想法啦？我们想好奇还啥帮我吃。你没害怕我啊？不好意思开走啊！好奇蛋我不是分吃了，在上气。哎呦，这里也有点晒脱了。